生李路燕。非常荣幸再次应美国梅拉诺文化演艺公司的李英总裁和苏菲师姐的邀请，参加第5届美国传承杯国际艺术节的开幕演出。这次开幕演出是越剧折子戏的专场，即将赴洛杉矶和众多越剧姐妹们共同排练和演出，我非常的开心和兴奋。在此预祝我们的越剧专场演出圆满成功，预祝艺术节圆满成功，也希望我们的传统艺术在海内外代代相传。